喺英國要申請按揭貸款，申請人能夠提供一個優良嘅信貸記錄咧係好重要嘅。如果你已經身處英國，只要用3個月至半年時間咧，其實已經可以做好你嘅 credit score 嘅喎。最基本嘅有以下幾樣嘢咧係可以幫到你手嘅。第一，包括申請英國嘅信用卡啦，而且每期準時以 direct debit 嘅方法還款，同埋千祈唔好簽爆卡，咁就可以證明你係一個有良好信貸記錄嘅人。第二，將生活上必須要嘅開支，例如水電煤啊、council tax 等等咧，登記用 direct debit 或者用信用卡方法繳交，而且咧每個月都還清款項。幾個月之後，你嘅信貸評級分數咧就會慢慢向上升嘅啦。另外咧，登記做選民同埋填寫各種申請資料嘅時候，例如你嘅地址啦同埋姓名咧，要 keep 住有一個一致性，咁既可以盡咗公民嘅責任啦，亦對信用評級有極大嘅幫助嘅。其實除非你想申請高額或者成數比例較高嘅貸款啦，一般香港人嘅信用評級咧，其實已經可以足夠申請英國嘅按揭，唔需要特別等嘅。如果你想知多啲英國貸款嘅資訊，可以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個 channel 啦，或者更直接嘅方法可以聯絡我哋做一個免費諮詢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